由天秤吊運、電力維修到自家研發安全系統，新輝機械組集多元技能於一身，撐起地盤每日高效安全運作。跟住我哋一齊走入最前線，感受專業團隊嘅熱血同專業啦！地盤每日嘅高效運作，由背後默默付出嘅專業團隊支持。等我帶大家睇下我哋機械組平時所包括但不限於嘅工作內容啦。想知地盤點樣可以順利咁運作？秘密就喺新輝機械組。我哋機械組就係各項技術嘅把關人，無論係材料架搭建、龍 lift 嘅升降運作、地盤上嘅機械設備維修保養，都係我哋負責，務求每個位都順順利利咁運行。新輝機械組一直都堅持住專業把關、責任承擔嘅工作態度，用最認真、最負責嘅精神去保障地盤安全同提升工作效率。我哋團隊入面有好多勁人，包括攞過傑出學徒獎嘅同事，大家都好專業，又夠熱誠，一齊合作無間，氣氛正面又有幹勁。靠住不斷合作同進步，新輝機械組早已成為地盤上不可或缺嘅強大後盾，全力確保項目又安全又有質素。機械組一直都喺地盤最前線，憑藉多元化嘅專業技能，確保地盤嘅運作更順暢、更高效。我哋機械組做嘢跟足安全守則，同時勇於創新。自家設計嘅臨時吊船安全裝置獲勞工處認可，仲攞埋公司嘅安全金獎，實力有目共睹啊！我哋機械組曾經有位學徒拎過建造業所頒發嘅傑出學徒獎。你哋睇下尹健着起套西裝幾靚仔。工作之餘，我哋亦有輕鬆同歡樂嘅一面。除咗安全金獎同傑出學徒獎嘅光榮事蹟，我哋每年都會搞 BBQ， 一邊燒嘢食，一邊傾下各組別嘅優勢同改進方向。有好嘅地方，我哋會再做得更好；有改善嘅空間，我哋就一齊揾原因，一齊提升。舉杯分享成就，一齊拆解難題，專業投入每一天。新輝機械組專業把關，責任承擔。請大家繼續多多支持我哋機械組，多謝各位。